其实我以前也会问自己，这么痛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练？为什么还要自找苦吃？乐音对我来说就是乡音，就是小学毕业的我是自己决定我要去学习越剧的。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热爱，但是我一定是喜欢的，我遵从我内心真正的一个选择。其实我一开始学的就是花旦，改了小生之后，就是要把之前的所有的痕迹都抹去，从一个手指头、一个脚步开始重新打地基。你要付出的，那就真的不只是一点点。很感激新龙门客栈，它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。我也相信，这跟我过去18年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。在这个时代，陈丽君只来一次，这辈子只想做好陈丽君，想要唱好越剧。今年是我学习越剧第19个年头，我曾饰演过梁山伯、贾宝玉、许仙、贾婷等等。我相信聚沙成塔，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一定可以把我们的越剧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得更加璀璨。真正的热爱是你没有看到希望，但是我们要去做，我们要为自己创造希望。有为青年，敢于热爱。